而我種植嘅就係蘿蔔苗。之後我哋真係從一個種子放入棉花入邊，變成一棵完整嘅植物。我係成個過程都有參與嘅，而且都有每日去淋水啦。我參加咗嘅呢個課程係一個水耕課程嚟嘅，就係用一個棉花去取代泥土，然後睇下種得成唔成功。咁係成功嘅，咁同埋佢都可以食嘅。專業導師都會同我哋講解下點樣用部水耕機，同埋點樣去喺空堂嗰陣時可以去照顧下嗰啲植物嘅。咁我亦都有參加一啲有關水耕種植嘅比賽啦，可能係一啲料理比賽，我哋需要為米芝蓮餐廳去諗一啲符合夏日午市嘅餐單。喺比賽期間，我哋會有製作餐單嘅比賽啦，同埋一個烹飪嘅比賽。而我就負責策劃餐單嘅樣式、外觀同埋內容，同時都會幫手策劃我哋嘅 PowerPoint 廣告等等。過去2年，傑森林炳炎中學同外間機構合作，俾修讀生物科嘅學生參與水耕種植計劃。一開始參加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疫情啦，都想提供多啲機會俾同學，尤其是生物科嘅同學咧，有一啲即係親身去栽種嘅機會啦。咁同埋佢都有啲社區元素嘅，都想同學仔係學以致用啦，將佢哋所學到嘅嘢咧都可以即係回饋翻個社區咁樣啦。開始嘅時候其實都會限於疫情咧，所以個模式咧都會比較校內形式多啲嘅。啲同學仔嘅參與咧都係同校內嘅同學仔做互動多啲，可能冇師妹講嗰啲咁大嗰啲節目。最難忘嘅係我哋都有營養師嚟教我哋點樣去烹飪我哋自己種嘅嘢食啦，整下 pizza 啊、意粉啊，同埋整下個菜包肉。咁蔬菜類咧都係用我哋種嘅嘢。第一年因為疫情，主要喺校內學習。第二年呢，就加入咗omakase同埋餐廳營運嘅元素。經過呢次自己食物自己種同 farm to table 嘅體驗，唔止係種植，更加係學習同成長嘅旅程。變得更加有自信啦，同人溝通嘅時候，同時我都自己對水耕種植同埋餐廳運營方面嘅知識都有所增長嘅。呢個活動都令我哋更加有團體精神啦，咁一齊去學一啲有關水耕種植嘅知識咯。生活中嘅改變就係我從之前可能會唔中意食某一種食物，而家係變到所有食物都接受去食佢啦。學校將生命教育同自然連結，透過水耕課程探索愛護受造物嘅重要性，將知識結合科技應用。生物堂咧，我哋有陣時一入到嚟就大家都係掛住書本裏邊嘅學習啦。而家佢哋就會多翻一啲新氣，就係佢會走去個水耕機度望下，究竟棵植物生成點咧？呢一個過程對佢哋嚟講咧，其實未必淨係講知識上面嘅，喺個責任感方面啦，又或者喺佢哋對於好珍惜或者好重視生命嗰度咧，都見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體會同埋成長咯。即係生命原來好脆弱嘅，咁所以咧通過種植入邊咧，佢哋更加會體驗到即係呢個感覺咯。即係呢個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好好嘅生命教育嘅課題咯。係咧，由生命慢慢點樣觸碰到同大自然同天主嗰個結連啦。咁由最後咧就係點樣將呢樣嘢付諸行動，就係去服務翻個社區，去關愛翻身邊嘅人咯。學校今年仲擴展規模，喺校內增設大型水耕裝置，並且計劃營運社企售賣收成。